銀行 call loan，咩嘢係 call loan？等我同大家講一個樓市跌嘅時候，千祈唔可以唔知嘅重大風險。銀行 call loan，咩叫 call loan？簡單講就係當你層樓嘅市值大跌，銀行就會重新估價，要求你補翻差額，咁樣嚟保障佢哋自己嘅借貸風險。舉個例子，你用500萬買樓，做咗7成按揭，即係借咗350萬，之後樓價跌到得翻250萬，銀行會重新估價，跟住計翻7成，變成你只可以借175萬，你實際借咗350萬，銀行就會要你補翻差額，即係175萬。補唔到嘅話，可能會被逼賣樓，或者被追討按揭貸款剩低未還嘅錢，情況可以好嚴重。點解銀行要 call loan？ 其實係合理嘅風險控制。當物業抵押價值唔夠保障貸款，銀行就有權要求額外現金保證。呢種情況特別容易喺經濟差或者樓市大跌嘅時候發生。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最新數字，截至2025年3月底，香港負資產按揭貸款個案增加到40741宗，總值達到2059億港元，創自2003年第4季以嚟新高。咁我哋可以點樣自保？第一，唔好亂咁做高成數按揭。第二，買樓前要留夠現金 buffer。第三，定期 check 估價，知道自己資產同貸款比例。第四，一收到銀行通知，又要即刻揾專業律師處理，例如揾業借鄧，了解自己嘅法律責任同有咩辦法。call loan 風險真係存在，唔係嚇你。買樓唔單止係投資，仲係風險管理。清楚風險，做好準備，先至係真正嘅置業智慧。業借鄧係你嘅法律夥伴，